喺本港，泛民主派議員喺立法會會議上堅持為悼念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默哀，引起民建聯、自由黨等30幾個議員不滿，批評民主派多次中斷會議。佢哋其後更加拒絕開會，導致立法會流會。黃淑玲報導。會議一開始，泛民主派議員隨即企起身，李卓人大叫為悼念趙紫陽默哀。請各位議員坐下，等我哋可以繼續會議。既然李卓人議員行為不檢點，我暫停會議。半個鐘頭後，會議重開，法定人數唔夠30人，主席宣布流會。拒絕重返會議廳開會嘅係民建聯、自由黨同泛聯盟等30幾個議員，佢哋不滿民主派3番4次打斷會議。即係成日都係好被動嘅，佢哋中意玩嘢，我哋又根據休會，咁佢哋叫我哋開會，我哋又開會，佢哋話休會，我哋又休會，咁呢個對我哋嚟講啊，我哋覺得好唔公平。泛民主派議員就話規則係要遵守，但默哀係良知嘅表現。係規則與良心之間嘅衝突，我哋係別無選擇。所以如果係主席，如果翻嚟會議重開嘅時候，主席要對我哋作出懲罰啦，我哋都要接受。范黎泰話：議員嘅行為係要向市民負責，今次流會一定會影響市民對立法會嘅睇法。無線電視記者黃淑玲報導。